乡亲好，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新闻界，我是阿明张伟，继续来关心到疫情的这个部分吼。咱看到讲，即阵全国要继续第三级的这个警戒到6月14啦吼，意思就是讲，咱过去咧讲完5日节，继续爱来这个共同来防疫啦吼。今日咱看到讲，这个本土新增加281个这个病例吼，另外佫有6件死亡的这个案例啦吼。连续4天，咱拢有讲到是校正回归，今日佫有校正回归啊。偌一例咧，261例啦吼，虽然看到讲这波疫情哦，这个重症的这个部分哦，尤其这个死亡率可能嘛伫遮吼豆豆来增加啦吼。不过咱们看到讲吼，这个部分有一个统计这个数字，就是讲吼，重症率全年会差不多是11%啦吼。咱嘛看到讲60岁以上确诊的这个重症部分有差不多甲20%遮尔济啦吼。另外，咱讲到说是虾米这个原因呢？主要是这个上北市吼，这年岁较大的这个时代，因为比例吼提悬吼。另外，因佫带着慢性病这个部分加较济啦吼，治病了后欠缺着这个病史感。咱讲到即阵吼，差不多5000多人确诊，内底有35个人来死亡。咱嘛讲到吼，5万这个吼比例会当来降低啦吼。啊，咱嘛讲到吼，上基本、中基本上重要就是这个预防针这个部分。今日指挥中心甲咱讲一个好消息，咱讲除了顶礼拜这个 COVAX 41万剂这个 AZ 预防针，上紧伫5月28开始来做，啊，上主优先的。咱看到讲是这个专责病房吼，这个医护人员是优先的部分。另外一个好消息就是讲吼，6月够200万剂吼会来台湾吼，另外甲8月底累积会当来到1000万剂啦吼，所以这真正是一个好消息。但是咱看到讲吼，今仔这个指挥官嘛讲到了吼，莫问讲这什么品牌会来吼，咱即摆会当去药就是 AZ， 无就是这个Moderna吼。伊讲到吼，其实这个国际压力真济，尤其是来自这个中共的这个部分吼。咱讲真正，这个兑换吼，官拿给小金啦吼，真正是这个中国国台办吼，还是讲中共政府，因讲啥呢？因讲有愿意吼，要安排台湾民众来注这个中国这个预防针，但是咱的这个陆委会嘛讲啥？即阵拢无看到因有提供到任何这个疫苗的这个资讯吼。另外，咱嘛伫咧国际参与吼，尤其咱讲吼，即阵是这个 WHO 开会这个时间，中国国台办各用到中国这个一中的这个原则吼，是国际社会共识吼，要甲咱台湾摆渡伫这个 WHO 这个会议内底啦吼。咱嘛看到讲吼，整个真正咱家己吼爱自立自强以外，啊国际这个安怎来去甲咱声援疫苗这个部分，安怎来去提供？咱讲嘛吼，全国已经有。进入这个第三级的这个部分吼，到6月14，咱爱安怎来用？透过今日节目，咱做回来对话。现在邀请节目顶3位来宾，第一位来邀请前卫生署长涂成铁。阿明好，大家好。第二位来邀请台北市医师公会理事詹建俊。好，大家好。第三位来邀请中研院生医所兼任研究员何必雄。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是，首先要带大家来看讲吼，咱讲即阵全国搁要继续延长吼第三级的这个警戒，先做来看。新增的281例本土，那另外有261例的校正回归的个案，那加上2个境外移入，新北市154例，台北市49例，桃园市16例，台南市、基隆市、彰化县各10例。台中市9例，屏东县、新竹市各4例，高雄市、宜兰县各3例，台东县、南投县及苗栗县各2例，新竹县、云林县及花莲县各1例，261例。那这261例里面，新北市是89例，台北市是155例，台中是1例，桃园5例，彰化3例，宜兰县5例。基隆市3例，全国的3级警戒延长到6月14号，延长到6月14号。全国各级学校含公私立幼儿园停止到校上课，改为居家线上学习的时间延长到6月14号。国中教育会考的补考的部分，那之前也做了一个宣布，补考是在6月5号到6号，那么这个时间会持续的来办理。那其实刚刚其实大家一直在问，就是说，我们在检查的同仁有相关的确诊，那也让我突然也很有感觉了好，每一次从这疫情开始说围篱有问题没有啊，我们就要赶快请警政协询。那刚才讲到失联的人那也是警政协询。
8大行业，让这样的东西能够稳住，也是警察。口罩也是警察在抓，不戴口罩也要警察抓，然后警察就这样子在里面，风险非常的高。连口罩都要警察抓，对，这应该自己要做好嘛。那8大还在开，还要偷偷的开，对不对哈？我觉得这都是加重我们整个社会的一个负担呐。那尤其现在警察同仁又染疫，那这些没有好好做事情的，应该要检讨。好，谢谢。即咱看到陈时中部长讲话讲到脑甜啦吼，为什么呢？咱看到讲真侪案例啦吼，继续咧传为什么？是因为真侪人的这公共卫生习惯无好。另外咱讲真侪做到这个8大行业这部分继续来去营业这拢是咱讲这回疫情可能无法度维持一个平稳的一个关键这个因素这个陈时中部长佮考劝大家啦家己较巴结的莫阁安尼拍拍走该管的就管起来真正咱爱尊重着这个指挥中心所讲的这个一切。但是咱要来看到这个数字啦咱看到讲连4天来这个本土的这个病例，拢有所谓的这个校正回归也好，校正补天也好啦咱来看到讲这个5月17日原是上悬的这个部分，敢若即天这个精彩案例，迄当阵公布是333例，甲即阵510例啦安尼算起来差不多差这个177例啦另外咱看到讲，虽然这个趋势有悬有低，但是拢是安尼豆豆落软还是讲落落的这个趋势伫啊。咱今日看到讲是281例啦所以咱看讲即回咱就宣布着讲全国这个14条这个境界以来啦目前咱咧看这个数字，可能嘛是这个2礼拜进前的这个部分安怎入拢无法度入到咱讲采检的这个速度也好，还是讲真正发病的这个速度也好啦。先来请教何教授啦咱看到讲这张图，咱讲连4天校正回归但是这个部分咱讲是有一个落降的这个趋势。咱昨嘛讲袂使伤过乐观尤其咱讲即阵境界嘛到6月14啦尤其咱看到这个这个部分可能是爱搁加6天、加7天，才是一个正版的一个标准先请你来甲咱解说一下。咱即摆来讲正当上正确的看法，就是爱看这，就看这个图。这个图就是讲用发病镜头出来的迄天来看，是安怎用镜头出来迄天来看？因为你对接触这个病毒甲发病有镜头，迄个时间差不多是平均上济是差不多5天到7天，但是是平均安尼分配一下所以咱来看。5月15以前，咱大家拢无咧注意。踮迄个差不多2礼拜的时间，有足侪病毒踮遐传染。足侪人，差不多咱即马看5000人，应该是大部分应该是拢5月15以前就传染着啊。咱即马就想讲是安怎尼，所以咱即马就来看这发病的医差不多18、15到17。是。这个中间就是上悬的位，可能上慢未超过20。OK。所以咱即摆看，今仔日咱确诊500几人，对无？拢走倒去，今仔日无人，因为发病当然是袂今仔日，昨嘛无偌济。所以昨日后昨日，咱登去来看先所以往增加就对啊。对，咱就知影讲发病对有镜头，迄天开始算。每一个病人差不多爱5天到6天的延误才会被确诊。OK。那安尼对这样来看的时阵，咱要知影讲到底咱的疫情是安怎，是行到倒趋势才是真正呢。迄个趋势就一定咱若要看到5月28。是安怎来看5月28？5月23到5月28发生的会发病的人，伊可能是5月15以前。嘛可能是5月15以后，但是咱若要想讲，咱5月15以后，咱大家拢足注意的时阵，若无个真大的传染的时阵，安尼就会看到讲5月23到28，迄个时间会落来。OK。但是咱即摆若5月28，迄个感觉停落来，一定是落来啊，因为有一个延误的时间嘛，对无？所以咱就爱看个差不多6月3号，咱就才知影讲确定说
5月28迄陣啊，正經落來，安尼就是正經有落來。5月28是一個關鍵，6月初3就是加，因為咱講這個採檢有一個 delay 這個時間，差不多6天的這個時間吼，所以5月28甲6月初3這個數字，咱攏要好好來去觀察啦吼。安尼就是恁即馬就是今仔日聽着講哦，要延到6月14，大家都驚講哦，安尼是個擴大是安怎？是即馬是無看到啦，即馬是吼防疫有需要，咱有愛遮個時間吼，咱再來當互咱看清楚，講咱即馬是。做個安怎，所以這個時間是一定愛的。同時吼，做這個有啥物好處？同時咱即馬嘛有一寡迄落無發病的人，但是伊可能伊嘛唔知影家己會傳染別人，對無？但是咱即馬這個時間吼，啊，佫是咧第3級的，大家攏掂，咱莫過去吼出去佚佗啦，甲朋友啦吼，去接觸足濟人的。安尼就不管我會當傳染，袂當傳染，我就是袂傳染互別人，無人喺我邊仔嘛。所以咱就佫較忍耐一下，所以大家伊唔免驚吼。但是咱講較忍耐，大家合作，安尼就一定會使。是啦吼，所以咱看到講吼，真正即個繼續愛去甲維持咱講全國警戒即個部分吼，啊，真正親像即個陳時中部長所講的，咱真正該關就關啊吼，莫擱偷偷即個營業就好啦。啊，有人無掛喙炎，又擱愛即個警政系統來甲你提醒吼，真正是真正吼，咱講的吼，真正無迄個咱講維持着公共衛生迄款的即個態度吼，啊，造成着即個防疫破口。然後繼續擱請教啊，署長啦，咱看到講吼，只有即個採檢日吼，即個有發病日吼，頭拄啊，何教授已經講吼，差不多延前6天的即個時間吼，安尼看起來，咱講即個趨勢啦吼，就即個發病的即個 pattern 來看，其實嘛是會當看到講啊，有咧落降的即個趨勢，啊嘛是講愛觀察到即個6月初3這個部分，你的看法是啥物咧？我最近就是因為看頂面迄張吼，右上即張，這個是叫做咱的花病字。是啊，何美香醫師甲阮攏是咧教流行病學的，阮上愛看的是即張啦。OK。因為即張會當上來甲咱講感染的情形是安怎？是。當然你感染了要有發病，可能愛做一段時間，做平均是5點幾天啦，做到7天都袂。即個部分就是講，你感染了到發病，即個時間會較慢。但是你發病了去看，啊，到你檢驗出來又個。除了他講就6天，是啊，所以吼，咱去即馬當然，即馬疫情指揮中心吼，用一個叫做回歸啦，吼，是校正回歸安尼，校正啦，即個名有影啦，神父就講這名歹聽啦，但是吼，伊若總無做這個動作是不負責任的。OK，啊，伊做這個動作較有負責任。不過問題是講你目的是啥啦？你校正要來創啊？哦，伊做該叫做等於講檢驗。迄個篩檢日期啦，啊，安尼佫較準一點點啊。但是篩檢日期吼，交有鏡頭，又佫有一個落差。有鏡頭到感染，佫有一個落差。所以阮要看出來，當然看有鏡頭的較準。啊，當然足儕人是無鏡頭的哦。有真是將近出到40%幾10%無鏡頭的，啊，遐人咧無治療，但無要緊。這個比例啦，種差不多攏相共的話，吼，逐日出來有鏡頭無鏡頭比例差不多一樣的話，安尼阮敢若看有鏡頭的人也可以啦，也可以看到這個趨勢啦。啊，所以若準講你敢若要逐日看指揮中心伊講出來這資料，伊攏講阮今日檢查出偌濟人，好，伊即擺有甲校正之後，啊無吼，阮做篩檢日那一天，篩檢那一天。是出偌濟，安尼看起來有咧下來啦。但即個下來吼，他何醫師特別講話，咩講意思？因為你愛看到偌久，你傷慢嘛。所以阮這流行病學家希望看較頭前來看即個症狀發生日，有病日、發病日。啊，那安尼吼，阮會當加早幾工看到即個趨勢啦。啊，即個趨勢會較緊。啊，過來才是篩檢日，啊，再來才是伊。確定日啦，即嘛啊，所以咱是啊，即嘛講袂清楚個，大家攏咧看確定日，啊，看確定日你要分2種，一種是今天新發現的，一種是把以前的存貨出清存貨，然後再把它所謂的回歸，去校正一下，啊，校正啊到頭個攏戇伊個對啦吼，啊，所以吼，我上愛看，我是即個叫做發病日，那按照發病日來講吼，他都講差不多，你要發病。一感染，該個除了5天、7天靠發病嘛，所以咱就要看到21、22、23，咱今看到24哈的結果嘛哈。
到24的结果，其实就是讲头前若算5天7天，其实是19日或是18日是那时候的感染的，那时候感染的就嘛较发病。那时候的感染，讲实在，目前大部分的个案，拢是咧做乙型感染的啦。OK。啊，而且这个乙型感染可能是7天以上的乙型感染，因为你个症状，啊有的是无症状，直接捞出来，但是不要紧，迄嘛是爱7天，啊佮加几天，所以咱即马看着讲无啥讲，拢是咧做乙型，所以一礼拜较加乙型的感染状况。啊，即马现在感染状况呢，唔知，该去看几天以后较知啦。所以之前咱咧做拢是咧约伊过去的这个部分吼，所以咱讲真正咱讲爱做较吼超前部署的这个部分。即我佮讲用一个台北市个，台北市较早做筛检站，所以伊今日回归吼，敢若回归做40-50个尔。OK。啊，那新北市回归8外咧，真济下，因为因较慢较少较济筛检站，所以因个堆积啊，即马吼，台北市的吼，台北市即马已经感染的吼，已经我讲了都对。伊感染的因较少啊，但回推较济，伊拢推出已经存活了。真正的已经台北市已经看到再下来了，但是新北市还没有看到下来，反正新北市起码比台北市较济。啊，伊回推，当然也在回推中啦。OK， 但台北市起码是回推，比新感染较济安尼。OK， 所以基本上在出清存后中，它快一点点。OK， 新北市慢一点点。所以咱嘛望这个校正补天，还有校正回归啊，还有这个数字会当较接近公元数发病这个部分吼，代表讲这个检验能量真正来提升啊吼。另外有一个这个重点一个数字，爱甲观众朋友来讲吼，就是咱讲这个重症的这个部分、死亡的这个部分。咱讲即阵咱台湾吼确诊的这个人数嘛超过5000外例吼，实在是惊人。咱讲嘛，这差不多10天外这个时间尔吼，就这个1000外例甲5000外例，这中间的这个争差吼，实在真正。互人看甲会硬气啦吼，但是咱讲吼爱有信心吼，但是这个前提之下，咱来讲吼，真正是大人吼，爱特别来注意啦。咱有看到讲吼，这个死亡案例，甲打即阵差不多是35个人来死亡吼，有的人伫有这个网架的这个卡架，啊有的人住伫厝内底吼，安尼确诊了后来去死亡，这拢有一寡这个案例伫咧啦吼。咱看到5月18，2个人死亡；5月21个人死亡，到5月23、24、25。小连续3天拢是6个人吼确诊了后来死亡吼，咱嘛看到讲吼，这个死亡了后，有的人是这个采检才确诊的，表示讲伊轻症头会住伫厝里，啊买手无人去注意，啊注意了后已经死亡才去确诊的，这个部分咱等下好好来讨论。另外重症的这个部分，咱头有讲到这个数字吼，重症比例全年岁啦吼，0到这个90岁吼。重症比例是11%，另外60岁以上新增加这个病例，咱讲高年龄岁吼，差不多38%啦吼，啊重症的这个比例差不多是20%啦吼，这个数字安怎来解读？继续来请教这个詹医师。即马咱较早死亡率无遐悬，因为咱迄阵拢是拄啊转来美国转来就要去学少年的啦，少年的转来，所以无遐年岁无遐大，啊无就一寡咱外劳入来。是。哦，印尼的、菲律宾来的，啊，迄人数较侪时阵，因迄较少年死亡率就无遐悬。是。啊，即马咱拢是网架遮的，吼，阿公店遮的，吼，阿公嘛年岁较大啦，啊，迄边的服务生嘛较年岁较大，所以这死亡率就本身较悬。是。所以就较校正转去。所以啊，第二个就是，即马咱所有的重症拢已经拢医生拢尽量咧治疗，但是资源中较欠，吼，啊，就讲有当有诶报讲啊，有个人破病无法度去病院，所以阮即马上惊一个就是咱医疗的匮乏，哦，啊，就是大陆踢了啊，真正一寡包括无一定伊是着COVID-19 这死亡，伊是别咧病心脏病，啊，伊无好治疗，伊嘛会翘起，所以这阮嘛是爱注意着。OK， 好。分两类啦吼，一个是 COVID 这个部分，你若是治病啊，伫处理可能有这个部分，咱爱去甲观察。另外，就是讲伊本身有慢性病，毋敢去病院的，这拢是咱爱去注意的这两个部分吼。继续搁请教这个何教授啦吼，咱看到讲这个死亡率的这个部分，还是讲这个重症率的这个部分，你拄则还未上节目时阵讲哦，这个比例甲这个国际标准来看是要非常这个一致啦吼。但是这个一致，咱安怎甲降低落来？当然，咱即马安尼想吼，即马
3天内底每一天拢有6个，吼，咱动看到真心肝真疼。但是咱即马爱用理性吼来看这个数字的时阵吼，咱咧想讲5月15以前，差不多上少嘛有2礼拜的时间。咱大家拢迄阵拢无咧注意的时阵，迄阵就传染个几千人。所以即马用这个几千人的比例来看，会死偌济人，应该吼嘛是会当了解对无？所以伊就急速发生，啊，即马急速发生对无？啊，但是我就来讲吼，有一个观念是足重要的，就是讲一个疫情开始的时阵吼，死亡率拢会较悬，是安怎？因为一个疫情开始的时阵，大家拢嘛唔知对无？唔知就是讲。咱的接触的这个病毒吼，的量吼，可能较济，因为你拢唔知，你可能搁接触一个，搁接触一个，搁接触一个，是安怎？咱知影这个量是安怎重要？咱踮咧迄落实验室吼，咱要来试验讲这个药啊有效的时，啊无效的时，咱会做一个动物吼。动物模式，咱就来用这个病毒来甲伊测量是吼，咱就用真少甲真悬，吼，一定爱找到一个迄个量吼，讲这拄好会生病，会破病，还是你若是给伤济拢死去啊，啊食无够啊拢无看到，所以会破病的这个找到了，咱来试看讲药啊有效无，所以这个观念咱就知影讲哦。接触的病毒的量足重要，所以即马就是安怎？咱即马开始大家拢咧注意，咱知影咱边啊可能拢有，吼，拢有即个 COVID-19 的时阵，咱就拢足注意啊，咱就洗手啦，吼，啊就挂即个吼，咱就会降下来。所以即马开始吼，我要来讲，虽然咱拢知影讲吼，60岁以后的人吼，死亡会较济，但是因为有足侪慢性病吼，是你愈年纪愈悬，吼你愈会去得着。所以即马即个因为即个关系的时阵，咱就知影讲哦，其实是无健康，毋是老人。是安怎讲？咱世界咱若去找看卖时，新闻找看卖，你差不多会找到凊彩10几个，人有100几岁哦，180岁，110几岁得到 COVID-19，啊，佫好起来。所以就是讲吼，你若健康，平常来健康，你就好被它影响的较少吼。就是慢性病本身吼，带着这个病毒，伊的重症的比例都是会提悬啦。对，所以即马咱就来想吼，头一个咱定常看到的是糖尿病啦吼，心脏病啦吼，这个肺吼，这个慢性的这个气病啊，气病吼，这定常拢是甲食薰有关系。好啊，这就肾脏了哈，啊这伤重的人，好啊，就是免疫不健全的就较无办法啊，怀孕了一定啊，就是抽烟啊，还有一个哈，啊，佫一个是失智跟忧郁症，可能伊就是讲，唔知影，可能无咧注意啦，因为都不治病啊，心肝头嘛，英国的研究就知影讲，所以这拢大家拢特别爱注意。即摆咱就来想讲吼，开始过去2礼拜，还是未来几个礼拜，即马老人拢踮咧厝的对无？啊，咱台湾咱亚洲人咱拢是讲3代拢住做伙。啊，即马少年人拢咧外口咧工作，逐工走来走去，所以伊可能会去传染着。所以即摆咱老人踮咧厝的时阵吼，你若想讲囡仔啥人拢逐工无来看无？啊，无来甲我抱抱的，无来甲我亲一下，你就毋免烦恼，你就爱想讲因是爱你，因毋是无爱，对，因无要甲病毒吼，病毒甲你后来甲你传染，所以这足重要。所以少年囡仔吼，少年囡仔。你逐工出入的时阵，唔通甲病毒带转去厝的，互恁厝的老母老爸，这是足重要。所以咱看这吼，就是讲，咱唔免惊啦，咱家己爱注意就好啊。有影啦吼，所以咱看到讲慢性病本地就是这个高风险的这个族群啊吼。啊，另外吼，其实这个何教授吼，伫咧这个面册头顶嘛写着一个重点，咱讲吼，这回咱看到这波疫情较大啦吼，昨的这个数字差不多累积起来是480例啦吼，啊，今日是111例。
不明感染源这个部分，代表讲咱的这个社区真正病毒有够济啦，所以头拄仔你嘛才提醒着讲，真正咱讲莫甲这个病毒炸登去处理的这个时代啦但是咱爱惊的是，这个不明感染源就是讲无这个找无到这个感染源头的这个本土的这个病毒真济吧？会当小可算一下啦吼，即马差不多。那所有探染的人，感觉讲可能甲所有探染的人看，有30到40%，是差不多30到40%。啊，咱即马有5000人对吼，差不多大部分拢是有镜头的吼。所以咱即马即个，譬如说即马4000来讲吼，4000可能是占60%。OK。咱来甲除一下子，你就知影讲外口差不多也就几落千。OK。但是咱即马嘛唔免惊，不管你几千啊，咱也唔免出去工作的。咱拢无活动啊。咱嘛唔免出去工作的人，咱就踮咧厝的，啊嘛袂当锻炼别人。OK。啊有出去工作的人，咱拢是较少年的，像恁咱拢较少年的。啊，若小好传染着，嘛无啥会着病。是。上重要就是唔通甲伊病毒摕倒去厝的，互你老大人。是啦所以上重要就是安尼。咱家己爱健康吼，食薰的就较食较少的啦吼，食较健康的食物啦吼，拢是爱注意啦。即摆即个时间，咱就大家都爱注意健康。有影，咱头拄讲到差不多安尼累积起来，差不多嘛600例这个不明感染源这个部分，表示讲病毒也伫咧咱的这个社区内底。好，你刚才咱讲全国这个3级继续来维持到这个6月14但是咱来惊的就是讲有一寡这个轻症头转重症，伊这个病症真正发展了足紧的所以咱头拄嘛看到讲这个采检了后是确诊，还是讲伊快筛了后等于处理等的时阵，尾手死亡的这个。病例真济，死亡案例真济，尤其拢是1、2天了就转死亡。继续讲，请教署长啦因为咱嘛讲到这可能会影响到咱规个这个医疗量能，所以有当时快速体检的这个部分，中央即阵甲咱讲迄当阵体检若是快速体检阳性的，你毋是高风险的这个族群你就先等去处理。但是有当时轻症头伊无法度准时，也是讲真正即个判断讲伊的病症到底是啥物，有当时也是表现伊的这个镜头嘛，这边呢去甲解说。即马这感染了，尤其年纪若大，像讲咱囡仔啦，少年人吼，迄差不多拢0.8%啊，0.02%安尼尔，足少会死亡的啊。啊，若到30、40、50到65岁以前吼，可能会到差不多4%，无到4%呀。啊，但是若准65岁以上就无共啊。迄个吼，16个啊，吼。10几日咧，这个死一个啊。是。所以伊这咱即马老人大，当然佫有一寡病嘛，主要是慢性病。加起来当然死亡。但即个部分会食到咱足侪医疗的资源，无毋对。硬要甲救起来，我无一定讲遐简单。所以即个部分，我是感觉咱台湾的即个医疗系统，甲医疗能力是有够。OK。安怎来分配安尼尔啦？安尼分配要好这个人咱当然要尽量甲救，这是无问题。这上重要，毋是上重要，这个人是安怎会防传染着？这个预防较是上重要。所以即马这个为筛检的这部分，爱较紧来甲找出来。像我头拄讲，伊现在不明来源1000几个，个伊毋知影是啥物人传染的啥，因为个对方个无症状的感染者无症头。伊嘛毋知有病，你嘛毋知有病，你得病了，伊嘛毋知对一个传互我。表示这有足侪人是无症头的感染者，但无症头感染者，伊会互你检查出来讲你有病，这表示有去检查呢。所以去检查的中间这个是愈紧愈好。若无上少去做筛检迄阵，你甲伊随互一个足清楚的 SOP， 甲伊教足清楚，资料清楚，你会使来检查，表示讲。你有一点问题，这问题个上少你爱做足严格的居家检疫啦。你讲外国倒来是可能伫外国尔，但你毋是你是有可能接触到，所以你较会来啊。既然你若来检查，虽然我甲你拖足久，佮甲你讲你是阳性阴性，但这中间拖在中间，你爱当成你可能是啊。你毋通佮跑走啊。尤其即摆有一寡老大人，照顾老大人有外劳。外劳因礼拜日大家去聚集在一起。即摆嘛袂使啊啦。即摆袂使，好佳哉。但是前一段会聚集在，有可能去带等于去感染。所以像这方面呢，要交一寡游民啦，所以这爱过来尽量扩大甲认真来检查啦。相信咱这个其他这个县市的这个社会局这个部分，拢会当来去做这个对象。足注意，无逐日一直咧博新的出来表示讲。
头前迄波是到即马较检查无着，但是到5月11，咱已经2级警戒啊，迄阵可能还有人伫遐咧传哦。OK， 即马3级警戒理论上，台湾人啦足乖的啦，足守法的，应该这个较袂传着。咱前一站拢靠政府甲病毒隔离整理，到底好，你莫来甲传染源，即马倒对面，咱像是家己防家己啊，家己自己禁止，你病毒伫倒我毋知，但是我互你传袂入来我，互你袂当传着我，家己无出力，你个袂传着。所以已经是靠政府甲你防把关，即爱靠家己把关，那安尼这个传袂出来。OK， 即阵靠家己啦吼，但是咱讲到这个体检这部分吼，尤其即阵吼台北市也好，中央也好，拢有上新的这个规定。咱先来看到讲中央吼，甲咱讲即阵吼嘛是共款吼快速体检，咱共款是做这个抗原的这个快速啦吼体检。若是讲你是这个是毋是阳性吼，若毋是阳性的话，你就等于出去吼，家己有健康监测，因为讲你可能是有去过吼，这个网咖地区有去这个历史的这个卡架，另外因佫有一条线吼去做一寡这个 PCR， 若是阳性的话吼，你就是共款吼照这个确诊的这部分去用隔离也好，去送医也好，等等的。若是讲快速体检这个原则，你若是快速体检第二部分你是阳性的话吼，就要通报你是这个特殊严重的这个传染性的这个肺炎。若是依照你的镜头吼，无带院需求啊，是讲吼你家己处理有一人一室的这个部分吼，你就开这个居家隔离的这个通知书啦吼。若是你要去到病院的这个话，也是讲去集中检疫所内底啦吼，就去送这个隔离啦吼。另外咱来看到讲吼嘛，是爱继续来去做这个 PCR 啦吼。无吼，真正恭喜你，等于甲处理同款吼，是这个自主健康管理14天啦吼，14天了后过来采检。那另外是这个确诊的这部分，同款嘛是过去吼，这个确诊的这个处理原则等等吼，咱等下再看台北市啦吼。但是咱讲到吼，一人一室，即阵可能台北市、双北市加这个能量拢无够吼，所以台北市咧建议讲是毋是？若是真正吼确诊快速体检确诊了后，2人一室是毋是这个方法咧？咱先做来看台北市的做法。国内新冠肺炎本土疫情严重，确诊的人数短10天内就增加3000例个案，尤其是湘北地区的医疗能力是真安到。台北市长郭文德呼吁中央，都要放入专责病房，会当互2个人一间。针对这点，疫情指挥中心讲，各区会当看收治患者的情形，调整会当有春秋，无限制1人1间。有一些因为原来的病房可能是双人房，有一些是3人房。那会视这个病人的身体的状况、病情的状况来评估，那不限1人1室的部分，它可以去运用跟处理。另外，需要洗药纸，也有长期住院的患者，会集中收治伫台北市立合并医和平院区、甲三军总病院、松山分院，而且袂阁限制1人1间。也若上新差不多41万人送来台湾的 AZ 疫苗，上紧伫拜4、27开始配送，拜5、28开始做，会以专责病房的医护人员优先来做。专责病房的医护人员先优先，那再来就是医护人员，那再来就是直接从事防疫工作的人员。也若外界关心离岛3个县市，敢会当甲坐飞轮机去离岛，也有要登去遐乡亲做快筛。但中间强调讲，早起全国防疫会议的时阵，离岛3个县市拢有阁提出来讨论，已经请因甲想要推动的防疫措施甲计划阁做补强，指挥中心会赶紧来研议。记者综合报道。是咱讲到吼，台北市遮建议讲吼，真正量无够，2人1室讲会当啦吼。但是咱嘛讲到可能有一寡这个风险的，这个伪阴性的，也是这个伪阳性的，伪阳性的，可能来到遮，本地无阳性哦，是伪阳性的，但是去用安排到这个集中这个隔离所内底去，等到你若是2人1室的话，可能风险在内底啊。本地无病，搁去用挖着病，咱搁先请教这个詹理事长啦吼。咱看到这个部分，咱去避免啊。虽然讲这阵量无够，来，当然是少1人1室，是上好啦。是。真正无法度话，就尽量爱分较开咧，或者你少可以丰富一寡工资，看。N95 口罩啊，还是啥？是。当然，但是尽量还是1人1室。尽量1人1室吼。咱嘛看到讲，这是台北市，咱头拄看迄张是中央即阵来看讲，若是快速体检含这个 PCR 确诊的吼，这个部分吼，因即阵台北市拢改。包做一伙，无像咱讲，这个中央是快速体检阳性是一种做法，另外是这个 PCR 阳性是一种做法啦吼。伊即阵来甲伊拢是确诊的话，来看就讲，若是镜头无明显，嘛毋是
高风险这个因素，伊就互你带去这个集中检疫所，或是加强版的这个防疫旅馆。咱看到讲吼，伫咧这台北车头前迄间，即阵就变做是这个防疫旅馆。啊，发病了后吼，若是超过10天吼，咱讲搁一届吼 PCR 来采检吼 ，CT 这个数值若是吼大过吼这个30个话啦吼，就会使来去出院啦，是讲等于30就会使出院。若是吼病毒量还搁真济 ，CT 的数值愈低是代表伊病毒量吼真悬吼，搁有这个医师来做这个吼评估啦吼，啊，你咧住这个防疫旅馆的这个时阵，你的镜头若是有恶化，哦，一定要来送医做治疗啦吼。啊，发病超过10天，还是讲退烧超过1天吼，搁做一届 PCR 的这个采检，同款看到吼病毒的这个数量，若是比这个吼30搁较细的话啦吼，啊是讲吼这个咱就讲吼伊送入去这个加强版的这个防疫旅馆，啊，若是讲 CT 这个吼，咱讲会当出院的这个标准吼，真正超过这个30，还是讲35吼，咱表示讲这个病毒量已经较少啊啦吼，啊，但是遮咱搁爱去做啦吼，就是讲吼，哇，有影复杂，搁爱隔离，还是讲解除隔离，甲买手嘛是搁爱验一届这个 PCR 啦吼，咱讲吼，这个 CT 数值真正较悬，伊才会使解除隔离啦吼。这个中央甲地方的这个做法，咱搁请教署长啦吼，即阵敢会搁这个双头马车咧？这是安尼吼，这逐日这个指挥中心拢有交各管区的副管区长拢咧讨论这个代志啦吼，而且逐个管区的这个医疗量能可能无一定相共，像台北市这当然全国上济啦吼，上济这个医疗的资源，啊新北市可能个第二这袂歹，啊过来个有影有较少，所以伊这吼不得已吼，就是爱用不同的，但是吼从传染病的观点来看吼，你若准讲你已经 PCR 阳性，啊而且确认伊是感染者。事实上，伊坑2-3个啊，无一定要紧着啦。啊，而且伊若真讲无迄个负压隔离病房，通风好，其实也是可以来解决解决这问题。你讲过去这个其他的 SARS 的这个期间吼，咱当然无够，咱足好做啊做，其他国家像越南，因根本个他们拍开啊，个咱个去解决通风，个咱解决问题啊嘛吼。所以过来，但是若真讲，伊即马干那。那干那快筛尔，我较担心一点啊吼。快筛你若总讲要甲2个人控做伙，因为2个人拢有可能阳性，但是也未确认 PCR 阳性，那安尼还不如你当引导日好好的做所谓的检疫啦吼。哦，做检疫，这咱以前吼，还是外国即马足侪拢啊，你若即使阳性嘛，就讲啊，你当咧厝里好好隔离哦，毋通去甲接触到别人哦。而且所以那总无法度当然2个控做伙，那已经确认感染，我是感觉不是太大的问题。所以咱看中央这张图，可能也较好咯。你看到讲，若是真正这毋是 PCR 哦，这个是快速体检抗原的这个部分。咱若是讲吼，迄当阵确诊吼，你是先通报，啊无单伊需求，伊就是要求你这个室内爱一人一室啦吼，啊，搁等于内底家己居家隔离吼，啊内底吼通知书互你，啊等于甲处理隔离后等待检验这个结果，因为这个做法。颠倒是避免讲可能吼买手伫咧啊，你这个伪阳性的这个可能入去到内底吼，真正买手伪阳性变阳性的确诊安尼。是，这个人吼是已经怀疑，较去检查，啊检查出来佫是阳性啊。这个当然咱有足侪假阳性这种问题伫啊，但是无要紧，即使安尼，你应该比以前外国倒来吼，什么伫居家检疫，吼啊，里长佫较关心，应该较强，袂使讲像咱普通人安尼尔，应该是较强，因为已经。佮检查阳性啊，虽然唔知是咪确认阳性，但是就可能是确认阳性啊嘛，有可能敢若漏掉10%、20%吼，即个假阴性了嘛，所以就有可能，所以你即个管制爱搁较严，比如逐日量体温啦，做遐代志啦，甚至你定爱知道，知影讲你只已经有一个吼，可能阳性，吼，咱莫讲阳性吼，可能阳性，啊那安尼较严者，袂使佮出来落蛇啦，吼啊安尼一个人一间。个袂个互相传来传去啦，啊，这人怎先关做伙吼，你等候结果，啊，这结果有当人传3-4天，4-5天出，啊，那个这中间吼，你该啊无你该，虽然2个一间你爱计好就好个哦，吼，迄个这意思讲你无问你先少买迄个屏风，个啊，互伊知影讲你这袂使互相。往来哦，安尼，啊无就无法度，这样，安尼个较袂发生问题啦。OK， 来继续中央甲台北市的这个做法啦吼，继续请教詹理事。我感觉中央是可能较周全啦，吼，啊台北市可能伊
量无遐济，所以量无够啊，无够，都不集中啊，才安尼做吼。变通的方法是，所以你有准备着一张图啦，嘛是要来甲咱解说这个部分吗？无，我是咧解说啦，因为即马吼一寡死亡的案例，啊，伊即个人本身健康啊，年岁小可较大，但是伊就无啥物病，就突然翘起，啊，即马有一个叫做快乐的散素无够。哦，快乐的散素是。哦，这个美国当去年7月，因就发现有一寡这个病例。啊，当然嘛，有人讲是讲肺塌掉啦，啊是讲伊是心脏的问题，啊，但是这问题可能伊嘛有注意到，但是比例上无台湾咧看起来是无遐济，但是大家提起者，有一寡就年岁较大的，吼，啊伊看起来外口前几分钟甲讲话佫真好势，但是就突然就安尼，哇，无法度喘气，啊，就翘起，啊，原因是讲这病毒可能影响伊咱这脑部这一寡对散素的接触，吼，伊肺更接触的所在引起的。OK。所以因在美国，吼，还是讲国外伊就买一个，看伊的肺血氧啦，吼，肺内底散素有够安尼，啊，一般是讲。你若心跳超过100个，啊，你若喘气超过30，啊，你的散素就降落94就较注意咧。啊，但是有只慢性病，你的细胞较烂的，可能是90。OK。吼，这有的人就会买一支这转去安尼小注意一下。一支无俗呢，但是咱看到讲韩国吼是，咱讲真正有可能有医术确诊的人，伊拢先分一支互你吼，去注意你这个肺散素内底这个吼量到底是偌济。所以可能台湾爱小注意一下。有影，咱讲吼真济这个确诊的这部分，过去这个何教授嘛讲到啦吼，咱讲这个肺散素机吼，一人一台啊，伊夹伫你这个镜头内底，就会当去测量你这个内底肺内底散素的这个量是偌济。但是我去这个网络顶查过，真正无俗啦吼，所以未来建议讲政府可能爱伫即地，伫咧吼，咱讲有当时啊，你可能是这个高风险，但是你有法度一人一食，头拄咱讲的，但是有一寡这个物件，你都要配合这个是大人还是讲高风险族群的人，伊转去会当自我监控，这是非常重要。避免讲哦，咱佫发现讲有人确诊了后，还是讲哦，真正有镜头伫厝里内底吼，咧等这个体检这个结果死伫咧这个厝内吼，无法度去家己自我监控这个部分吼。另外，咱来讲到这个疫苗这个部分，咱讲吼，顶礼拜 COVID 系统佫来41万剂啦吼。即阵咱嘛看到讲啊，这位中心甲咱讲6月吼，6月时阵佫有200万剂，累积到8月吼，内底佫有1000万剂，拢会当来去注着。到底是要注一些全面拢注过，或者个风险降低吼，大家咱讲有这个群体免疫的这个效果，还是讲这个咱讲高风险族群注2剂去加强伊的这个保护力吼，其实这个指挥中心也咧搁咧讨论吼，但是咱嘛看到讲，因为这个疫苗的这个关系啦吼，啊受到这个政治的打压，咱一开始嘛讲到吼，指挥官陈时中嘛甲咱讲，真正来自这个国际压力吼，中共的这个压力真济啦吼，莫讲啥物这个厂商会来啦吼，无论是 AZ 也好。Moderna 也好啦吼，即阵拢莫讲，咱就是等待伊来尔。但是咱看到讲，哦，真正寒拿加好心的吼，加小金的加好心的，中国即阵讲要互咱即个预防射啦吼，到底有啊无啦吼？中共因仔讲啥？哦，广大台湾民众吼，真紧就有法度用到即个中国的预防射吼，嘛要考虑啥？派出一个疫情防控专家，要甲咱台湾医疗卫生人士。分享着抗疫的这个经验，哇，真正是加好心啦吼！啊，但是真侪人有需求，亲像讲金门县政府也好，南投县政府也讲，伊讲吼啊，真侪这个职工的这个吼，啊，咱讲因的这个代办吼，有甲因这个县政府来做直接讲，哦，因会当哦用上低介绍卖互这个县政府啦。但是咱讲中央即阵讲袂使咧，中央嘛是有家己吼疫苗采买这个原则啦吼。尤其陆委会嘛讲着吼，咱讲真正无收到任何有来申请这个案例伫咧啦吼。中央共款吼，咱讲真正。这个预防射关系到咱国民的这个健康啦，若是做咧，亲像过去真侪案例安尼啊，真正无法度吼，这个人民有到信任的这个部分。尤其咱看到讲，因讲一套做一套，讲要互咱疫苗，但是伫咱国际打压 ，WHO 佫讲到这个一种原则等等吼，甲咱打压吼，咱嘛准备着一个报道先做来看。
第74届世界卫生大会 （WHA） 正式开幕，各国元首以视讯方式发表演讲，呼吁团结对付疫情。台湾13友邦提出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 WHA 的提案，也伫第一天的2对2辩论上做讨论。中国代表阁搬出联合国2500号决议，甲一种原则，阁批评这是民进党当局使人少数国家母的台独提案。我们敦促有关国家停止将卫生问题政治化，停止借台湾问题干涉中国内政，停止干扰大会的正常秩序。建议主席女士果断裁决。巴基斯坦代表也发言支持中国反对台湾参加。台湾友邦诺鲁甲斯瓦蒂尼是昨日去发言支持台湾，认为2500号决议甲台湾无关系，不应该继续影响台湾参加 WHO。 Mr. President, the decision to exclude Taiwan as an observer to the World Health Assembly is deceptively premised on resolutions which, in retrospect, do not refer to Taiwan. The position of my government is firm and unequivocal. The World Health Assembly must discuss inviting Taiwan to participate in the WHO as an observer. 纽瓦森、克里斯多夫、甲尼维斯、马绍尔、甲巴拉圭拢伫第一天为台湾来讲话。毋过，虽然友邦支持台湾，最后大会主席在时邀请台湾作为观察员参加世卫大会，无立即议程。外交部表示感谢友邦为台湾讲话，批评中国打压甲想要过度国际视听的不实言论，无被国际社会认同。呼吁 WHO 接纳台湾，全球将有效终结疫情。记者综合报道。即咱看到讲过去咱是防疫这模范生，但是咱真正是失守吼。这个年半来，咱享受着真侪好的这个吼，咱讲。好的生活啦吼，但是即阵咱真正皮爱变较暗的，但是国际即个力量啦吼，看到讲咱的即个友邦嘛继续甲咱斗相共吼，但是即个寒冷加好心的即个中共，讲要互咱疫苗，但是伫继续吼，伫咧 WHO 甲咱哇阻挡，即过去咱嘛讲过真侪摆啦吼，继续搁请教署长啦吼，即中国的即个心态到底安什么心？即吼，中国对台湾吼，实在是拢足假善的啦。即马今日是25。应该为20开始，即摆伫世界卫生组织大会拄仔咧开啦吼。虽然即摆袂当正咧开，用视讯开，也无甲你邀请啦。是。我去10几遍吼，去日内瓦10几遍，因为我即摆也是台湾联合国协进会理事长，所以以前吼，然后迄个拢会去了日内瓦去参加这个 WHA 大会，当然拢伫外口抗议啦。是。结果伫内底听到中国拢讲，中国台湾的。健康拢阮咧甲照顾，好，阮就。我之前讲要派人甲你分享抗疫经验。你拢讲咧，但是以前捌照顾拢毋捌，好佳哉，无因迄个2流的来照顾1流的个系啊。但是吼，遇到这代志，因拢是安尼讲伊是要甲台湾照顾，台湾嘛拢有互因照顾啦。实在是这是有影拢假，因为记者出来甲问讲，台湾2300万人的健康，你这怎么？伊讲早就拒绝了，讲随你啊，所以吼，这个中国这是拢讲假，莫讲伊无照顾，他们讲伊是咧阻挡这个普世人权，台湾的普世人权，拢无互咱参加嘛。一直到最近，足侪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国会讲 ，Let's Taiwan help。咱台湾已经是足想讲要入去世界卫生组织，会当互咱台湾的健康人权会当照顾着。但是咱今年无讲，咱今年吼足侪人是讲。你无互台湾入来世界卫生组织，等于害着其他国家，因为台湾过去防疫经验，台湾 can help， 台湾 is helping， 台湾要讲帮忙，煞无一个正常管道啦。所以世界卫生组织吼，屈从于这个中国的这个政治的考虑，无照顾到全世界的健康，所以这边疫情足严重啦。即马因为吼，因疫苗先做无毋对，因疫苗咱啥先做，迄有足侪故事，但因有影先做，但伊做迄是吼。用规个细胞吼，规个病毒去甲灭灭活啦、减毒啦，这种的做法是较落伍的啦。果然效果有影较歹，副作用有影有较济。所以吼，含伫中国去做袂足济，即嘛有做较济啊。但伊只讲要台湾做啦，这是真是好心吗？台湾的人敢做吗？当然，台湾有一部分的人，伊家己唔敢做，但伊直伫遐咧。一直发，咱开放互伊登记好啦。对，伊若真讲
讲互伊登记，讲我要做，进口要互因做迄部分个啊，我又是足少台湾人。莫讲伊讲吼，话买吼中国疫苗来，但是伊做 AZ 也是讲买手做这个莫德纳。伊个咧配合中国嘛，因为中国讲我会使甲你用较俗互你，什么一寡迄个门啦，一寡迄个南投拢是国民党执政的位，我来，我互你较俗，是安尼化烧的啦。伊若敢做落吼。这馆长吼，我想吼，楚顿我会倒台啊。到时发现讲即摆无人，无几个要做，无几个合意家己咁做，安尼个倒去。但是伊安尼加减化，互中国爽快。第二，这内底爱钱呢。你要家己地方政府去买来做，表示讲你对人民足照顾吗？那阵咱政府做出来 A 免钱的呢，咱这会慢慢开放拢免钱的呢。但是伊只是讲，伊家己要买，这内底有钱的代志，钱的利益内底有这个为什么？有一寡人一直要叫政府一定爱买，内底有偌济 commission， 偌济你要甲趁偌济钱。第三，科学性来看，你这个疫苗是会科技袂科技，这个安全的问题，交有效率的问题，这种麻烦的。你若做一个敢若50%有效的吼，你要达到 R0小于1，意思讲会当得到控制吼。你为 R0 要降到1吼。你爱做60-70%的人有效呢？你50%有效，那你做100%，你嘛50%有效呢？所以迄个等于无可能控制疫情啊嘛。当然有保护一寡人，但无法度控制疫情嘛。所以咱当然爱要做迄个70-80%的安全性，还是无得啦，那90几%。那咱虽然无拢种资料，但是已经达到2/3以上的这个保护力吼，那这个群体免疫，那安尼疫情就控制落来。所以即摆咱。唔敢讲中国歹，嘛唔敢讲伊好，是因个无资料嘛。但是足侪报道吼，咱讲做了，有人死去啦。啊，讲做了讲，竟然去感染啦，表示无效啦。这个报道去足侪，所以台湾人你若去调查吼，我有无几%的人真正敢做啦？敢做。有一寡人讲袂歹，遐个人吼是感情，交中国的感情，也是经济利益咧讲的。那叫伊家己做。又搁唔做啊 ？OK， 所以吼，我感觉讲这项代志吼，中国疫苗进口，就是在来年拿回尔啦。OK， 这不是一个真正的议题，这是一个假议题。OK， 咱台湾人民吼，拢用即马2级、3级的经济，先把这封起来，封起来了，过来咧，等候这个好的疫苗入来，咱大家照政府的步数做。但这唔通想讲疫苗做出来，佮41万剂，佮几万剂入。几百万剂入来，那个安全，毋是，迄爱做爱时间呢。有影。这中国嘛爱继续维持啦。未来会开放，袂过1级、3级挡袂掉。但2级啊变1级不要紧，但是嘛是爱大家保护，家己保护好哦。唔通干那讲像我疫苗来，那就疫苗你要做咧啊，做咧你嘛爱做2遍咧啊。而且这个2遍这项代志吼，你头有咧问我嘛，感觉讲做1遍，先做1遍，大家拢做，这较紧啦。保护家己，嘛保护社会啦。有影。效果无够遐好，但是不要紧，大家拢先免疫一寡吼。因为这个AstraZeneca吼，这个疫苗第2剂做的效果，有当然不一定遐好。OK， 所以未来是毋是混打，这大家要研究中，讨论中，所以免遐赶紧，大家拢总普瑞，这我相信是较重要。但是虽然普瑞，嘛是大家爱去做好自我保护哦。有影啦吼，咱讲吼，这个200万剂6月的时阵会来啦吼，这个1000万剂是8月底累积起来吼，包含着咱讲的200万剂，还有过去的这个70万剂啦吼，所以咱看到讲5月28开始做，咱真正这个疫苗爱搁等一寡这个时间，咱嘛搁有可能这个7月底，咱讲过去的这个国产的这个疫苗吼会搁入来吼，所以这个部分咱嘛是继续维持吼，咱讲的这个第3级警戒，慢慢啊会当吼降到第2级，啊甚至这个1级吼，咱讲过去加零的这个时代可能无法度搁恢复，但是咱会当做的就是一步一步降低咱这个警戒的这个部分啦吼，啊上尾过来请教吼詹理事啦吼，咱头头讲到一手做法吼是讲要送你邮票，一手甲你吼做国际这个答案吼，你安怎看咧？我是讲做预防性的疫苗吼，前去年就一遍流行性感冒，咱小可韩国有代志，台湾都无人敢做啊。是啊，所以这民众是足紧张咧。啊，过来这 COVID-19 的一寡疫苗，吼，莫德纳，啊是讲辉瑞，这本身做了这40-50%的规身躯酸痛足厉害咧，足侪个少年咧做诶，国外我朋友做拢安尼讲。是。所以这民众你一定甲
教育好，啊，甲讲清楚，无等下做诶有反应，啊，媒体一直安尼报，可能大家信心佫无去。OK， 这有来人讲吼，有医师讲吼，其实你咧煮预防食的时阵，会当吼预防性的投药吼，有人讲食这个普拿疼吼，可能都有效果啦。吼，这个临床上可能嘛是安尼建议，敢是安尼？会使安尼减轻一寡症状，但是主要是讲。即马大家可能即边安尼大流行起来，可能已经看清楚啊，无做预防下袂使。前一阵大家佫想要讲吞一下，等一下安尼吼，等一下看觅，等倒一支上好，我再来拣迄支。即马看是有做就紧做啊，较紧保护较好。啊，即马阮嘛爱考虑啦。即马较早是靠病医啦，吼病医设备好啦，出问题大家送去啊。病医即马入去都爱做检查啦，吼快筛啦，检查啊，过来。伊嘛无法度较济力去甲你注射啦，即摆爱靠其他细间的病院啊，还是靠诊所，吼啊，即摆规拢爱动员起来，就嘛有一个护理人员啊，阮一个医生拢做伙动员起来。迄H1N1迄阵一工台湾上关注到31万。OK， 即边因为可能我看无较简单，因为即摆个防疫啊，你感觉。喙啊，个量体温，个一寡表爱填。是，所以嘛建议讲吼，这个卫生福利部吼，真正爱超前部署吼，咱只疫苗来的时阵吼，咱才会当吼顺时拢甲做好势啦吼。今日感谢所有来宾，嘛感谢乡亲好评收看，咱马仔再会，感谢，多谢。